講大話，仲話自己喺森林入邊最犀利嘅動物嚟㗎。有一日，小兔子、小松鼠、小馬騮同埋好多唔同嘅小動物喺河邊玩水，佢哋都玩得好開心。突然之間，小狐狸走過嚟問：你哋知唔知道呢個森林入邊最犀利嘅動物係乜嘢動物啊？小動物都你問我問問你，都未嚟得切答。小狐狸搶住答，拍拍心口話：梗係我小狐狸啦！我呢個森林入邊最犀利嘅動物嚟㗎。小兔子就問啦：你跑得有冇風咁快啊？小狐狸就話啦：唔好講風啦，我用太過閃電啊！小馬騮就問啦：咁你有冇我咁聰明啊？小狐狸就話啦：我呢個森林入邊最聰明嘅動物嚟㗎。小松鼠就問啦：咁你爬樹有冇我爬得咁高啊？小狐狸就話啦：我可以爬到天上去啊，你得唔得啊？喺呢個時候，有一隻大灰狼出現了，慢慢地靠近小動物，嚇到小狐狸面青青，轉身就即刻跑走，仲邊跑邊嗌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仲差啲摔了一跤，剩低啲小動物都你望望我望望你，都忍唔住喺度哈哈大笑。原來小狐狸淨係識得講大話。小朋友，我哋唔可以講大話㗎，做人要誠實，咁樣先至會有好多人同你玩㗎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 TVB 班嘅藍正海。我今日要同你哋分享嘅故事係小烏龜找媽媽。從前有一隻龜媽媽，將隻蛋埋咗落沙入邊，然後去咗隔離棵樹度休息，唔覺意就瞓着咗啦。過咗一陣，小烏龜出世啦。佢擘大雙眼，左右望望，咦，我嘅媽媽呢？我要揾返媽媽。於是小烏龜一步一步向前爬。佢見到前面嘅鱷魚媽媽，小烏龜問鱷魚媽媽：你有冇見過我嘅媽媽啊？鱷魚媽媽話：有啊，你哋嘅媽媽背脊就有個好堅硬嘅殼，你再慢慢揾下啦。小烏龜話：多謝你啊，鱷魚媽媽，再見。小烏龜同鱷魚媽媽再見咗之後，繼續爬。小烏龜見到前面隻蟹，小烏龜大嗌：媽媽，嚇親隻蟹呀！隻蟹搖頭說：小烏龜，我唔係你嘅媽媽，你認錯人啊！你嘅媽媽有4隻腳㗎，你數下有幾多隻腳？小烏龜開始數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對唔住啊，我認錯人啊！再見。小烏龜同媽媽再見咗之後，繼續爬。呢個時候，龜媽媽已經瞓醒咗啦。龜媽媽見到佢啲蛋已經爛咗，但完全冇見到佢啲寶寶。龜媽媽好心
急要揾翻自己嘅寶寶。於是小烏龜見到前面有個背脊度有個好堅硬又有4隻腳嘅動物，小烏龜大嗌：媽媽，媽媽！龜媽媽聽到轉身見到小烏龜，馬上跑去攬住小烏龜話：寶寶，你下次唔好亂跑啦，擔心死媽媽啦！小朋友，你哋唔見咗媽媽嗰時會點啊？千祈唔好好似小烏龜咁周圍亂跑，要企喺一個位置等媽媽嚟揾你，或者揾警察叔叔打電話俾媽媽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張若玲。今日我會講白雪公主嘅故事，希望你哋鍾意。第一日，白雪公主喺個森林度同7個小人度玩，突然之間有個怪獸嚟咗，佢個名叫巫婆。跟住7個小人喺個山頂度返工，跟住巫婆就變咗一個老奶奶，俾個毒蘋果俾白雪公主食。跟住巫婆就俾個蘋果白雪公主食，原來呢個蘋果有毒，所以白雪公主就冇食到。跟住巫婆又變咗個後媽，跟住後媽攞個魔鏡嚟睇下邊個魔鏡，成日話魔鏡邊個世界上邊個最靚，跟住佢照下自己，跟住原來白雪公主最靚。跟住後媽就問魔鏡，邊個世界上邊個最靚？跟住個魔鏡就話係白雪公主最靚。跟住白雪公主就又跑，又見到個大森林，帶唔同7個小人嘅山頂，佢就去咗第間屋企度玩，佢去返自己個屋企度玩。跟住白雪公主又出去第2個森林度玩，白雪公主又大聲叫媽媽，跟住白雪公主又話媽媽，跟住媽媽就話死咗啦，嗌咗好多聲。希望大家鍾意，就講到呢度，我哋就完成啦。